后来乡亲啊，若有去做更加的掠铃，都要特别小心。台南一个乡亲就掠甲死死昏昏去，家在救倒来。医生讲，咱更加两边的血管有真侪位，拢甲心脏有关系。掠铃事件民众拢要特别注意。掠铃放松筋骨，未少乡亲为了消除疲劳，真爱去掠铃。不过掠铃的时，嘛要特别小心。救护人员赶到现场，将一个查甫人送去病院急救。这个过程中，拿做 CPR， 最后佫用到 AED， 或者查甫人恢复心跳。家在送到病院了，人有救回来，是讲明明敢若掠铃尔，是安怎会险啊无命？换一换就趴着，那个技师就开始按摩，然后一醒来就是在救护车上面被电击醒来的。我们脑部的大血管都必须要经过颈部进到大脑。假如说不小心把这个颈动脉呢里面的所谓的斑块周状瘤呢，不小心把它移动的时候，它会往尾端跑，尾端就会进到大脑，啊，产生所谓的中风。医生提醒讲，颔管啊双边有大条血筋，后壁嘛有这个颔管啊骨的血筋，迄若超了伤大下，有可能就会休克昏去。像电影内面这个杀手转头的杀人手法，就是将这个颔管的动脉转转去，所以讲掠铃师傅甲乡亲拢爱特别小心。